哔哩啵咯，松松跳跳又来了哟！第24个节目地图啊，我就安排多精彩的内容哦。我哋都嚟欣赏13人表演咯，来唱风凉的歌曲，还有安排客人嘅骑马舞蹈，小弟客家骑马舞蹈都带安样的跳嘿。接下来啊，就會按家嚟欣賞其他條仔嚟嘅演出了。提出上台嘅係13人唱歌嘅，帶來一首客家童謠《風涼》。接下來啊，就會按腳下嚟欣賞佢帶來嘅表演咯。跳跳來愛草米，東還有幾三年，唱歌太極老細好，只好打到乒乓球，老人太細講又好，只好夜夢於是夜希望，豆腐太家事事意義有天空。跳跳來愛草米，東還有幾三年，唱歌太極老細好，只好打到乒乓球，老人太細講又好，只好夜夢於是夜希望，豆腐太家事事意義有天空，給那給一條龍。跳跳來愛草米，東還有幾三年，唱歌太極老細好，只好打到乒乓球，老人太細講又好，只好夜夢於是夜希望，豆腐太家事事意義有天空。来跳骑马舞，好来，我们今天要跳我们的客家骑马舞。有没有跳过客家骑马舞啊？人家讲的客家骑马舞很稀奇啊。来拉马绳，拉马，甩马鞭，咚咚咚咚咚啊！准备这个马儿要好好听我。好，第一个甩马鞭，转圈圈。来，预备，摸着你的脚，我脚痛哦，预备起，1、2、3、4。骑马，骑马，骑马，好，换另外一只，预备起，1、2、3、4，骑马，骑马，骑马，好，我已经在骑马了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要甩马鞭，叫马儿要听我的话，来甩马鞭啊，甩马鞭，甩马鞭，会不会？牛仔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客家骑马舞。其實呢，我編了客家騎馬舞哦，應該老師有同佢嘅關係，因為都個編了客家歌裡邊呢，我因都個研究，雖然你客中意乜嘅用嘅舞蹈，呢隻客家騎馬舞呢，其實呢東流行嘅上司呢係韓國嘅江南 star， 佢嘅上司行到那樣大家攏都個騎馬舞，騎馬舞，我就跟佢講騎馬舞，客家有法度變做騎馬嘅舞蹈嘛，啊就因都個想，後來就可
开始去唱音乐。啊，后来呢就谈到以前咧谈到咧去公共秀才咯，也去公共好总强求同道的版本。毋过咧首歌曲呢，加音乐伫尾咧 tempo 又动冲，声音呢其实听起来根本就讲好吵哦。毋过变做咧客家骑马舞伫尾咧编舞编下去以后，出去咧情形完全无共样。咧首歌曲共样迄种情形啊，根本就毋是搞。记得就有发出就会停停加做面的，歌的做面的，印度的停停唱，因为记得要记个骑马舞了才通作，所以呢，记得要想办法对了歌词里边去研究讲，到哪一个点的时候，哪一个音乐的时候要做骑马的动作。后来呢，佮他们有研究出一种现象，就是讲，唔但像公共亮衣有了骑马舞，吼，还有了佮上次当流行的招财猫，所以其实迄只动作虽然迄当简单的招财猫动作，毋过了动作最辛苦的。你讲气氛食唔爽诶，所以你讲我跳一摆了骑马的舞吼，骑马舞以后呢，唔哪讲我接下艺术歌曲无法度，因为你讲气氛食唔爽，所以呢，你讲歌曲底边都个编舞，都个针对声音呢，佮上是中医嘛个，佮上是流行嘛个，所以歌曲底边其实像了果果台客啊，也月光光好中奖底边，我拢会不用动到了电音三太子的舞谱，还有了江南 star， 也还讲了show girl， 记得迄种一条了数风的姿势啦，还有表情啊，也脚步啊，其实针对了安尼客家歌曲去加入了人讲西洋的舞蹈以后呢，声音其实佮接触客家了舞蹈的能力非常的强。梅子老师在我心中像是朋友一样，不算是老师。但是我们跳错的时候，梅子老师会纠正我们，鼓励我们说没有关系，再来一次。然后梅子老师会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舞蹈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评委呢，就像我姊妹一样的哈，其实客家一路以来，我因为讲声音听到我无爱留欣赏的成分挂到自家的身上。有啥事我会很记得姐姐，我会很记得哥哥，记得会不爱讲，我比你小呢，你叫我姐姐，你叫我哥哥。我说你们都很大哈，从头你会用那种无腔个口气，然后记得讲法。有啥事记得跳唔好噶，因为记得跳噶，我拢会停跳个，因为讲。总唔得讲我用欣赏嘅口气来命令说讲，你就是给我跳，好，我交给你就是给我跳，因为到背面啊，知道声音不难，所以有阵时跳工也都会停跳，不一定因为讲俺要拄去跳哦，吼，唔得要跳。不过呢，跳1摆2摆跳唔好，就像评委讲诶，有阵时跳唔好。有阵时跳唔好吼，声音你讲会难过，有阵时我就会讲哦，没关系，那我陪你们跳，唔怕我陪你们跳舞。不过咧跳舞嘅情形，提高人哋要买沙龙 pass 过来，有那种人讲老给他讲收。其实最重要家长都去支持啦，因为当到时间呢。声音的练舞啊，也讲你安尼客家唔免按轻松，因为有阵时因为讲了水平到的吼，你讲爱要求技能要做到，不过这种情形就变讲，你学到以后，家长佢支持。无支持，也讲我带出来表演嘅上时，因为家长佢唔肯，因为讲耽误到我赚钱嘅时间。不过生意就讲我想要去参加，啊，你下情形就会变讲，当到情形。家长会因为讲不开来冇拢会报，因为讲少嘛，所以呢，生意一开始讲我想要参加噶，当到爸爸妈妈就会不用下树头，嘅投入，然后佢就带到现场家叫我来参加咯，吼，那种情形系一种较无共样，所以变到讲啊，培定生意因都个成长，虽然讲唔系自家嘅生意，不过因为讲今日都喺树头方，有了客家缘分，我就希望用客家嘅缘分，然后了就生意来去了，至少不会得记得讲啊。你俩客家文化公共领域伫边，你还推动客家是希望喺多元化，要希望当到了种生意咧，向下来安尼公共领域来向下来传承安尼客家东西。讲日新奇嘅教学方式，不生票还较全新咯。接下来就帮人向下来欣赏客家骑马舞蹈了。日光光好中強。
學大面，連線團過來學大轉，轉團結過來學大電，夜三路個學起煮，煮我走學起叫，叫我鬧個學起調，調我背到呢，背到北宮啊，飲一條爛冬瓜。中咗，竹開花好中瓜，瓜麥太摘來賣，買到十塊錢學大面，連線團過來學大轉，轉團結過來學大電，鐵三路個學起煮，煮我走學起叫，叫我鬧個學起調，調我背到呢。背到北宮啊，飲一條爛冬瓜。一條爛冬瓜，就三分鐘，吃了沒屁功，就三分鐘，吃了沒鏡頭，就三分鐘，吃了沒屁功，就三分鐘，吃了沒鏡頭。學起煮，煮我走，學起叫，叫我鬧個學起調，調我背到呢，背到北宮啊，飲一條爛冬瓜。